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宜兰的龟山岛，最近有网友翕到龟山岛的顶头出现一团的云，这个画面看起来就亲像是乌龟派卡网，啊，佮进行是乌龟生出着巨壳咯。咱这个景象嘛，引发着大家来讨论。气象专家讲，这是因为水汽多所聚集的云气。所以老一辈时代才会讲，只要看到龟山岛出现着巨壳云，安尼就表示宜兰要上大雨咯。网友翕到这张相片，这个龟山岛顶面有一团云，远看过袂输是这个龟山敢若派一个物件，还是个发新的巨壳。实际来到海边啊，真正会使看到龟山岛顶面的云。而且外地人看到这款的画面，拢真惊喜。也毋过在地人看了后，认为讲无啥物遗憾。夏天蛮常见，咱宜兰这边若挖山边，绝对会上大雨。讲若看到龟山岛有这款的云，在地人就知讲要落大雨啊，所以讲嘛出现这款的俗语，讲龟山底无大水好好。啊，这款现象是安怎会落大雨？会使为大气的科学来解说。龟山岛刚好处在我们宜兰的外海，然后就首当其冲的挡住了这些水汽。那龟山岛的标高最高点是401公尺。那能够在这一个高度能够凝结，表示说空气中的水汽是相当的丰沛。八九个水汽，若到南洋边缘的时，就会落大雨。所以讲后盖若看到这款的景象，除了翕相以外，嘛唔通袂记赶紧去避雨。